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。我係4C班嘅文思晴。我係4C班嘅梁浩然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主持國旗下講話，主題係重陽節。秋高氣爽，又到重陽節啦！重陽節習俗糅合咗多種民族文化，包括祭祖、登高、上秋、食糕餅等等，傳承至今又增加咗敬老嘅意義。重陽節係每年農曆嘅9月初9日，9係古代嘅陽數，因此9月初9被稱為重陽。重陽節嘅起源可追溯到先泰之前，最早嘅重陽節習俗源於上古時期嘅天象朔拜，人們喺秋天收穫之際祭天祭祖，祈求豐收。自東漢，古人崇拜山岳，又出現咗於重陽節登高、上秋、大茱萸、食糕餅等嘅習俗。從唐朝時候，重陽節被定為正式節日，活動更為豐富。傳承到現代，重陽節又被賦予了新嘅意義——敬老。古代重陽節有祈求長壽嘅傳統，亦都有敬老嘅活動，承接傳統繼往開來。1989年，中國將重陽節定義為老人節。2012年，全國人大通過新修訂嘅老年人權益保障法，確立每年農曆9月初9為老年節，以提醒社會孝順及尊重長者，發揚中國傳統孝道嘅美德。於是登高上秋、感恩敬老就成為當今重陽節最主要嘅習俗。每到重陽，各地都會舉行敬老嘅活動，營造關愛、尊敬老人嘅氛圍。呢一日提醒我哋要尊敬長輩、關心老人。對我哋學生而言，孝敬其實唔需要做好大嘅事，一句親切嘅問候，一個陪伴嘅眼神，或者幫助家人做家務，都能傳遞我哋嘅孝心同感恩。香港人視重陽節為重要節日，將清明節稱為春祭，重陽節稱為秋祭。該天為公眾假期，唔少市民會喺重陽節當日或者前後日子，相約一家大小一齊登山祭祖，向先人表達思念。中國傳統祭祀嘅程序、禮儀及慎終追遠嘅文化內涵，藉重陽百艾祭一代接一代承傳落去，反映香港人對孝道嘅重視。無論喺內地定係香港，重陽節嘅重要內涵，始終同中國人嘅傳統美德、孝道同敬老相連。在注重文化安全嘅時代，傳承同弘揚敬老孝道嘅傳統中華文化，不但可以改善社會嘅風氣，更可以提升國民嘅文化自信，實是別具意義。孝敬係中華民族嘅傳統美德，而重陽節正係弘揚呢份美德嘅日子。希望大家能夠記住，愛與關懷不只係喺節日，而係要喺每天嘅生活中實踐。等我哋從今日做起，學會感恩、尊敬長輩，讓愛心溫暖我哋嘅家庭，亦都讓社會更加和諧。聽日就係重陽節啦，你又會點度過呢？多謝大家。